早，欢迎收看4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出现头一个本土 A 型 H7 流感的病例，这是中华70多岁饲鸭的农民，疾管署研判这是鸟仔类喂互人的病例，目前也无出现人喂互人的情形，疫情暂时是未断开。不过嘛，呼吁养殖业者都要落实防护措施。 国内传出头一个本土人类感染 H7 流感病例，个案是中华70多岁男性阿龙，3月底破病，带因检查显示有肺炎，经过检验加基因定序，确认是 A 型 H7 流感病毒，属有后压谱系。目前正好相关接触者33人，健康监测到4月7日，有3人预防性食药啊，好啊在6个亲人采检拢阴性，目前个案病况有较好，持续隔离治疗。 季节性流感的是会有这个急性结膜炎的表现，严重的话还是可能会造成这个肺炎啊、呼吸窘迫等等。不过也有一些这个新型 A 型流感造成这个在人类身上可能是只有轻微的症状，或者甚至可能是无症状。 疾管署表示，已经甲农政单位启动联合防疫，包括去个案的主体、亲场、甲病院进行疫调、甲流行病学的调查，佮对养殖场移动管制。虽然养殖场动物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不过也是针对附近亲场扩大采检，查清楚感染源。疾管署初步怀疑，这有可能是杜鸟的鸟仔屎引起的，研判是个案亲传人事件，而且无人喂互人的迹象，疫情暂时无扩大顾虑。邻近的厂的部分那会再去做采检的工作，然后再一样送到兽医所去做鉴定。那原先它这个厂本来就是阴性依照我们禽流感的这个防治措施，除非它是阳性厂才有可能会进行扑杀。我们目前的调查显示说，它并没有出现其他阳性的，不管是家人或者是禽场当中的禽那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传播疾管署提醒，牵头影视相关工作人员伫作业过程要落实自我防护。已经甲饲鸭的协会联络，会免费发放差不多5万片喙暗号饲鸭的人员。一般民众爱避免去接触，也是饲这的禽畜，嘛莫吃食禽类的鸟仔卵，也是制品，通降低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 清明食润饼，不过受到中东的局势影响，即卖塑胶制品也有原物料拢起价，平均润饼一角是起5块。也有嘉南高屏地区的豆油业者，因为这做豆油的原料也有包装的成本增加，嘛是拍算要来起价，有的一罐是要起30块。包装差不多是安尼啦。塑胶袋，阮就无爱塑胶袋啊，加载。 手提已经包装好势豆油，哪比哪讲？屏东的豆油业者讲好加载，当初是用玻璃干底，外面用纸包。若无即阵塑胶物件叫无过，佮直起价，伊可能就爱读壳膜咧烧。不过美国甲伊朗拍袂煞，原物料逐项起，因对元宵过后就宣布起价，一打起400，平均一罐起超过30块。像纸壳啊，像塑胶封套那这塑胶封套拢唔敢报价拢唔过。 唔知要关伊落来啊！受影响的还有家己这间豆油老店，业者3年前就捌起过一届，因对去年的关税大战就开始动，这摆真正是挡袂掉啊！因为豆连包材嘛是一工一款价，按算对5月初起，平均起5%至10%。进口原料进来的这一块，我们有调涨啊。如果都是用纯本土原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做调涨的动作。 对，就是因应的运输的一个费用跟他们的报关的一些费用。这个桶子，老实说，4月前的价格基本上一个桶子最少超过3块钱。台南的豆油老店业者就讲到，即阵的桶仔计数嘛是哪讲哪海头，因为包材厂商最近有可能会搁起3块。业者讲，塑胶包材计数起上紧，因即阵也抓袂准要起偌济，加出来成本先家己吸收，不如果一定会起价。 我们还没有去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消费者说我们要涨了，对。涨幅大概有多少？基本上应该是说以业通的商品来讲，我们的幅度空间大概应该会以10块到20块，甚至要看未来的趋势会不会再上去。就由起价带动万物做伙起，亲像清明爱食的润饼糕，都因为润饼皮、土豆腐等等的原料拢起价，袂少店家嘛对得起。台南市有消保官去稽查7间店，其中有2间起5块。消保官表示，起价也伫咧合理的范围内，会密切关心物价状况，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民众报案，讲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园区有一只假停车是掉伫咧水底，警方赶到现场，才来发现讲这其实是最近设计的装置艺术，所以引起民众紧张来报案。高美馆也是表示失礼。
啊，过水果啊，我当袂食购买啊。掉伫咧水底客丁车车顶唔能发草，阁有阵阵的人声传出来。这台造型奇怪客丁车，初一暗时常常出现伫咧高雄美术馆的内规避者，因为暗时啊视线无，阁有一寡来散步运动的民众，敢若看到客丁车伫咧水底，车的大顶湿咧湿咧，阁听到有人咧讲话，掠准是有车冲入去，惊一个赶紧报案。警消人员到场了后，才知影是一场误会。这台车是高美馆上新的装置技术。那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出来，就是其实好像不是真的计程车。它这又是真真实实的一台车子在那里，然后又是掉在水里面。我觉得除了恐怖以外，没有达到什么艺术的价值。有人感觉趣味，真有看点，也有人认为做了无妥当。高美馆表示，这项装置艺术是要传达环境保护的议题，不是恶人者要创治人的主业。艺术家初一才拄开始布置，目前也未完成，造成民众的误解甲不安，实在真实的。这个作品才刚进场，那也还正在定位当中。那展览期间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作品的告示，然后跟指引，让观众很清楚这是一件作品。极端气候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的突然的日常，那会造成一种奇观。但如果它变成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的话，那应该我们还笑得出来吗？这样子，那就是从幽默之余也提供观众一个反思。车牌是靠细人的客音，顶冠牌的英语字嘛，不是正常的 taxi。车电当归讲，这是甲台电合作的展览。车顶放送的录音是一位运将用台语来讲去交软化。地司机即阵换做伫水底开车，期待透过无同的主角，使大家斗阵来关心环境议题。记者郭家祖、柯超阳、高永昌报道。今仔日开始去清明连假，可惜天气是无介稳定。中部以北暗头开始，这雨着一阵一阵落。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可能会落真大。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28度，中南部会热到31度。因为受到连续2波锋面的影响，连假期间天气是拢无介好，尤其拜六一个后礼拜一会落大雨，而且有可能会弹雷公、透大风，也是落冰角。预估就要等到后礼拜3天气才稳定。另外，咱再来看强烈风暴是扫过南澳，伫咧意大利中南部，因为落大雨，这河川串流甲桥拢冲断去。伫咧山区甚至是透暴风雪。因那希腊的雅典嘛是落大雨做大水，有一个查甫人不幸受困伫咧淹水的地下室死亡。大雨过了，街仔路全土埋。希腊雅典东北部的马克里拜是做大水，但真侪搭路崩去，大水搁较甲路边的车辆冲走。一个55岁查某人淹水的时，伫咧厝里的地下室走无出来，落尾互大水冲去车底，救援人员找到的时已经死亡。Βρέθηκε το παιδί πνιγμένο κάτω από τις ρόδες των αυτοκινήτων εδώ πέρα, γιατί κατέβασε αυτοκίνητα, κατέβασε ξύλα, κατέβασε χιλιαδιό. Τα ποτάμια εδώ μέσα τελειώσανε. Πλημμύρισε το σπίτι μου, έχω πάθει μεγάλη ζημιά. 镜头转到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港口城市伊拉克里翁拜三天顶熊熊变做感觉色，这毋是黄昏的红霞，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的土沙，和风卷过地中海。高高的蒙雾，和能见度降低，部分航班要改飞去其他的机场。当地居民干来当挂吹暗，伫感觉色风背沙当中咧行路。风暴继续刷向西，意大利东南部也传出灾情。伫阿布鲁佐甲莫里塞大区，特里尼奥河水位加悬，有一座桥河水冲断去。伫高海拔山区4月初竟然落大雪，消防部门出动来扫积雪。马尔凯大区是因为土石流交通断站，搜救人员全力咧抽地下道的积水，想要赶紧恢复交通。目前各国继续咧发布歹天气的警告，这场跨越南欧的风暴，毋但有人死亡，极端天气带来的地理的变化，也搁再互人看到气候变迁的警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印尼外海昨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佮引发海中警报。目前是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也有未少建筑物受损。有专家就表示讲，这届地震等于是64粒原子弹爆发的能量，是今年目前全球第2大地震。另外，提醒讲，今年已经发生世界规模超过1个地震，拢是发生伫咧澳洲板块的北边，要继续注意。就伫当里岛壁内面，军方人员用手来清障碍物，做搜索救援。伫大地震发生的时阵，真侪建筑物是一个仔就倒去，冒出的天窗准甲喙齿，协配落来一堆居民紧急撤离。Kita sementara dulu ada minum teh,
Kung dikira ini anak goyang-goyang itu koi, intau so gempa no. Tapi anak sebab tari ya mak turun mak cepat mak turun. Jadi langsung turun no kasih cari tangga darurat sampai kiso masuk di gudang. 苏拉威西省的比通地区，建筑的外壁都起出现被碰。这个地当时发生伫特尔纳特西北西方差不多119公里的摩鹿加海，佮引发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沿海地区差不多1000公里范围的起高零注意报。印尼在海管理署表示讲，把苏拉威西省沿海城市当中都感受到海甲真厉害10秒到20秒。Di beberapa titik di pesisir pantai di daerah Bitung dan di daerah Mitra juga yang sudah melakukan evakuasi mandiri terkait dengan informasi adanya potensi tsunami. Demikian yang dapat kami laporkan dari Kota Manado, Sulawesi Utara, Kantor Pencarian dan Pertolongan Basarnas. Terima kasih. 太平洋气候零预警中心同时阁发布气候零威胁的资讯，经过部分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危险的气候零。南国的气象署嘛连续发布4个气候零的信息，不过伫初日早起9点外已经解除。地动专家郭凯文指出讲，这个规模7.4的地动是全球今年以来第2大。3月2日东甲才发生规模7.5的地动，3月底万乐岛外海嘛发生规模7.3的地动，伊认为讲最近的频率相对偏悬，而且去年堪察加半岛发生规模8.8的大地动进前。有这种状况。它在发生那个规模8.8的地震之前，也连续有3起那个规模7以上的这个地震。它也是属于一个挤压型的隐没带地震这样。那这种在这个区域，大概主要就是因为有2、3个板块在这边互相的挤压，所以这边地震非常多。地质专家是分析讲，当去看过去8年的资料，全世界当年规模7到7.9的地动，平均差不多20外件。以环太平洋地区来讲，规模7以上的地动无算罕见。目前地动是无法度预测，科学家嘛想要对过去大地动进前的地动群来分析敢有规律，但是目前阁无有够的资料会当证明这2个是有关联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国际民航组织规定，一个旅客上座敢若会当载2粒行动电源上飞行机，而且禁止使用。咱个民航局也表示讲，对4月8开始全面实施，违规上当会当罚10万块。再来看《联合报》。新北甲嘉义市也陆续宣布，各种各式的营养午餐唔免钱，因过全台湾校园逐日拢会产生300至500吨的油喷，明年开始佮全面禁止用喷饲猪，要安怎处理是真大的难题。落尾是自由时报，台中一个查某人伫咧法庭甲律师乌白骂、威胁、恐吓，甚至是甲律师公会理事长扇嘴皮。曾检方是依照恐吓等等的罪嫌来甲伊起诉，并且法院继续羁押，也已经核准。咱继续来关心，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朱正基，因为牵涉中国间谍案，初2号北检来起诉，求刑5档以上。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是随改开除党籍，民进党也强调，针对国安的议题，拢是无法度吞忍，得爱严格来办理。这其实是个家事纠纷啊，可是伫要投入地方选前的前立院民代助理朱正基，互人指控卷入间谍案。根据北检新闻资料，朱正基伫2022年7月是有退休政院官员吴平年交付的手机啊，佮伫同年8月23日时，利用出入立委、国会办公室的机会，得到经核列密字的文件资料，协助姓王的中国籍人士，佮有甲人收2万人民票。第一个，我没有收受任何的这个现金或者任何的报酬啦。第二个，这个拍摄呢，我就是把这个已经公诸于媒体的一个东西传给他，那只是因为在这个前面有一张公文啊，写如附件请查照，上面是有个密字。互人当作何志伟主地兵的伊讲家己支持严格执行国安法，也伫法庭自证清白。何志伟透过声明表达愤怒，嘛讲朱正基任职期间无涉入国会运作，呼吁伊赶紧退出台北市议员的选举。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嘛，赶快快速处理。从政同志既然会涉及到国安法，既然会涉及到共谍案，这是我们引以为耻。处理方式就是将朱正基先生予以除名，开除党籍。目前调查涉入国安相关案件，另也包含国安高层机要秘书、资深党员、民进党有前立委参选人，也是捌列入不分区名单，那也同款有民代助理在案。民进党动辄喜欢把
就是促进两岸交流，扣上红帽子哦。近年来的这个共谍哦，尤其可以接触机密档案的都是民进党。从过去以来的例子一直都证明说，真正的敌人都在本能寺。有共谍就法办。民进党的立场跟态度以及行动非常的清楚。如果真的要慎防共谍，蓝白为什么不支持民进党所推的国安法案？对国民党批评连营党内重要职务变强调的升级管道，呼吁检调爱铁查。民进党是讲已经有明快处理涉入强调案的党员，电到案拿赢，卖国家中国底高高甜。记者采访报道。金门守备大队一个姓何的上校大队长，才拄啊去到金门1个月尔，就传出买2级毒品安非他命，而且这报告是佮直接送去到金门的营区。海巡署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检方透明侦讯了后，认为伊牵涉到毒品罪5万块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出海，卖佮继续来调查，敢有其他官兵涉案。伫台海前线守护家园，金门守备大队是金防部的主力核心，兵力规模虽然只有1000多人，也毋过具备坚实战略。去年汉光演习出动几台战车保卫关键基础设施，即马刷标出金门守备大队姓何上校大队长，才到1个月的涉毒，涉嫌买2级毒品安非他命，找人为台湾本岛以包裹方式运送到金门超商，行为大胆。金防部真紧将伊停职，移送法办。我们已经迅速的将他调离现职，也由防卫部指派了高阶的干部来实施代理。这个是否有其他的在营区内有其他的这个同袍也涉及此案，我们也会做一个全面扩大的专案编组来调查和厘清。专案起因海巡署侦办毒品邮包案，监控处罚过程将爱运往金门的毒邮包。受惊的人是姓何大队长，海巡通知伊到案说明过检调，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采案移送金门地检署。检方透明侦讯，认为伊涉嫌使用甲持有毒品罪嫌重大，下令5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那何姓上校他到金防部守备大队服1个月。那先前也是任职幕僚单位，所以相对的，在幕僚单位里面也是依照这个相关的比例原则采抽签来实施。这件国军史上上高阶军官涉毒案，升等国军形象，陆军强调，那消息得以形成并行关键，核准态度和依法扣办未来的人事查核会更加严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将因的司法部长邦迪来免职，这是正做川普任的内阁第1个月来第2个落台官员。这个拍破司法独立大力支持川普的邦迪，任期敢若14个月尔。外界认为讲，就是因为处理这外普斯坦的案件处理了不好势，引起川普的不满。美国总统 Trump 初二伫正式社群答问，宣布邦迪会转去民间部门做一份互人需要而且重要的新工作，也指定家己的前私人刑事辩护律师，也就是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接手代理司法部长。Trump 而了邦迪是一个真出色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个真忠诚的朋友。也毋过专家指出，邦迪过去14个月，若无甲 Trump 的政治对手起诉互告，又搁无化解 Trump 甲性犯罪复合爱普斯坦的疑虑，这就是伊落台的主因。President Trump cares a lot about loyalty, but he also cares about perceived competence or the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So I think here he didn't like the kind of mess of the Epstein files. 伫做美国最高执法官员期间，邦迪是川普政策的拥护者，不过嘛已经推翻司法部长期以来必须爱独立运作的传统。So I think her legacy would be she tried to please the boss, but it was never enough. 今年2月，伫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互人问到 Trump 甲爱普斯坦案件的问题，邦迪要替 Trump 辩护。Like former Prince Andrew, Donald Trump attended various parties with Jeffrey Epstein. I want to know, were there any underage girls at that party or at any party that Trump attended with Jeffrey Epstein? This is so ridiculous, and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eflect from all the great things Donald Trump has don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Donald Trump has committed a crime. Everyone knows that. 邦迪是一个月来互人换掉的第二个内阁官员，另外因为不满处理移民听书等等的因素，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3月初5也互 Trump 甲免职。公司新闻景观庆变译。伫个1979年，阿波罗太空船是将太空人送上月球。即马当54当美国的阿提米斯2号，搁在载4个太空人对非洲来发射升空，要来进行10天的涉地球甲月球的太空任务。让3点半的时间 ，SLS 重型载运火箭总算第2届成功发射。国际周边地区有超过40万人，各网络直播，电脑头前的几6亿人做伙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Today, April 1st, 2026, 6:35 p.m., NASA's Space Launch System rocket lifted off the pad with 8.8 million pounds of thrust, carrying the Orion spacecraft and the Artemis II crew out to Earth orbit and beginning America's grand return to the moon. The Orion spacecraft has successfully separated from the core stage, and its solar arrays have been deployed as planned. 这嘛是继1972年阿波罗17号了后，相隔54天，搁再有人类飞向月球。专业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指出，这届升空创下真济第一个纪录。头一个是太空发射系统 SLS 载运火箭头一届带人类上太空，嘛是21世纪了后头一摆的纪录。4个人当中的克里斯提纳科斯是头一个飞向月球的女性。海军飞行员出身的加洛夫是头一个加入涉过的太空人非洲的，来自加拿大的汉森是头一个加入月球之旅的非美国籍太空人。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ir health and the status as we move into the next phase of the Artemis II mission. So after a brief 54-year intermission, NASA is back in the business of sending astronauts to the moon. 不过，这座创下真济第一纪录的飞行，除了未进入月球轨道，嘛无按算要降落月球，只是用自由飞行的状态驶过月球，再向地球的方向转来。Space.com 指出，虽然安尼，4个太空人也是创下人类有史以来进入太空了后离开地球上远的纪录，按算要挖406800多公里，比1970年阿波罗13号加6400多公里。伫这道关的测试了后，下一阶段阿提米斯计划有按算要伫驶月球后，互太空人降落月球表面。埃塞克曼接手 NASA 了后，规个计划重新调整，按算伫2028进前要互人类重返月球，搁要伫2032年起做月球基地。NASA 无隐瞒，这是要赶伫中国进前，互美国伫月球先占有一席之地。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为着这届阿提米斯计划，是个专工来打造2束太空衫，针对无共款的使用情境来设计，避免所有的功能拢集中伫同一束太空衫，变甲动坏坏无方便行动。美国上新的太空任务阿提米斯2号按算上紧4月初1发射，目前各项的准备进入最后的阶段。4位太空人甲2位有备的组员已经伫2到8州的发射点，真侪民众伫边仔欢迎。There's going to b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unknowns. There's going to be things that we didn't expect. There's going to be comm linkage difficulties. There's just going to be all sorts of things. The first thing we got to do. 为着阿提米斯计划 ，NASA 阁专工设计新的太空衫。伫半世纪之前的阿波罗计划，每一位太空人干那一套太空衫，无论是飞去太空、降落，或者是到月球表面行，拢是共一套。所以太空衫爱兼备真侪功能，变甲动款款。They're not trying to build a jack-of-all-trades suit. So this suit does its job for that aspect, and it does it very well. When we walk on the surface, that also will have a purpose-built suit that does that one job and one job only. 伫飞去太空甲降落时，太空人爱面对压力甲动力真剧烈的变化，还佫有起降若失败的紧急状况。伫月球咧行时，需要隔热、防辐射，加上有够的活动度，两边的设计方向并无共款。不过，虽然即马有2套衫，这届任务敢若会驶月球大约10天，未定了，所以敢若这套感觉设计太空衫会有用途。公司新闻由派准备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命令，正式对外国制造的专利药品扣100%的关税，要求这药厂要甲生产线刷去美国，而且也调整金属的关税规则。也咱台湾并无列入去合并国的名单内底。
伊朗封锁洪都海峡，冲击全球的能源。菲律宾表示讲，伊朗有答应要让因的油船会当安全通过。另外也传出海湾国家正咧重新评估替代的能源运输管道。泰国卫生部来宣布讲，现有的大麻店执照到期了后，若是要延长，就要升级做医疗诊所，有合格的医师也是泰国的传统医学业者进驻才使。咱过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昨是发表全国演说，讲要继续来攻击伊朗，这就冲击到台股昨是得602点，收伫咧32572点。这国际油价一桶也已经涨到超过100块美金。另外，中东的战火也是影响到塑胶的原料甲产品。咱的经济部是启动物价监控机制5大强化措施，确保咱国内原物料供应袂断暂。你要不要袋子？哦，哎，你看，像这爱茶啊，你敢会使不爱互伊？去到菜市啊，五金百货店，看人客摕商品来算钱，就惊无提供塑胶袋啊，会互因无方便。业者嘛只好供应，因为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塑胶袋啊虽然阁叫有货，但是价钱愈来愈贵。你有时阁买袂到，迄就害啊，差很多啊。以前去买大概40块、50块，现在55、60都有啊。业者表示讲，自从国内爆发塑胶袋啊欠货，目前多啊塑胶袋啊阁叫有货，但亲像耐热袋啊，嘛敢若会当靠单供应商互因货。架顶的耐热袋啊，大多数拢卖了了，剩足敢若剩2斤呢。那业者怨叹塑胶袋啊进货成本有够悬，惊头转去小食店，互人客买回去的小菜，业者无阁提供塑胶袋啊，除非是买汤面才有提供。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第2天都有叫，但是我们叫10包，他都跟你配一半。假设10包的袋子，他就给你5包。因应中东的冲突，国内稳定物价小组会议调开时间对逐季改做逐礼拜一摆。法务部查缉物价联合小组开始具体稽查，要阻挡非法的囤货和乌白起价。经济部是提出塑化产品稳供5大强化措施，包括顶游的厂商扩大生产，有够量来供应内需；下游的厂商减产，优先提供生产原料。零售通路是稳定供货，建立通报网掌握信息，专线媒合材料，中央做伙来解决欠料欠货的问题。乙烯的月产能4月份中油会从6万多公吨，那么增产到7.9万公吨那么预计这个产能可以供应中下游的厂商3.4亿个塑胶袋。中东的战事若是冲击石化原料，股市嘛对咧震动。才是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呛下讲要继续攻击伊朗，金融市场的气氛对欢喜转作烦恼。阿国对洋变乌落尾收落，韩国落超过4%，一个落1276点，台股开盘是徛起伫33218点，无过1点钟对上悬33497点，一直打底，上低32516点，收跌32572点，落602点。昨天的大涨，今天几乎吐回去一半。那台股今天本来是好不容易站上月线，现在又跌破月线。本地初一带头领起的宽达电子股，亲像台积电，初日起势拢吐转来，加上国际油价是起破达桶100美金以上，通货膨胀有期恐惊会阁起哩。记者综合报道。中央争议选案也搁卡伫咧立法院，即马国民党团是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年底选举。按算4月初10，要互总议选案会当付位审查。因为国防部就指出讲，因为这总议选案卡掉咧，害国军有780亿是无法度订单，对海马斯会战系统等等这设备影响是真大。行政院长杜英台呼吁国会来赶紧来审查预算，互政府有材料来应对国内外各种的冲击。中国对咱的威胁唔捌停过，不过伫立法院开200多天的13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干那国防部受影响的，就有海马斯德攻火箭系统的200亿，标飞弹丢补的415亿，阁有关系 F-16战机后续训练的88亿等等，总共780亿的规模无法度动用。国防税出预算编列5614亿元，较114年度增加875亿元，除人员维持等法律义务支出核实之应外，将有21% 781亿元在总预算会通过前无法执行，影响装备的一个筹货、修护
以及弹药筹补及部队训练等工作，任何时间上的一个延误，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国防部初二召开记者会，向国会发声，若准无法度如期审查预算，唔乃对构建国防战略不利。更较严重的是有明国家积极台湾自我防卫决心。即马传出国民党立委党团会伫初10党团大会决议，敢要放总预算案过，上紧迄天就会复位审查。不过嘛，坚持行政院应该依法编列进行三读通过有关军人加薪加退休警消台股的预算。行政院他不依法编列，那我们呢就对外诉求说，只要2028让我们执政，从什么时候通过三读通过了，我们就一路追加。我一直在讲拭目以待，因为国民党是很难去预测的哦，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你说，军人待遇的一个提升，公务人员待遇的一个提升，我相信做的最多的就是民主进步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陈清良是表示，按预算法第54条的规定，立法院同意先动用新兴计划预算718亿，是行政院甲公文提的唔肯复过。若行政院是坚持3条控350亿规模的总预算，应该做伙上审查。面对强局，那也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可能会出面协调，降低朝野对立，促成总预算更有巩固的推测。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军宣布，汉光42号电脑兵棋推演，对4月11开始会进行14天。甲重点放伫咧普色地带侵扰，解放军由演练转做开战，也参考到国际冲突的经验。另外，这陆军是配合测试要举办的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昨有派出阿帕克直升机甲乌鹰直升机降落伫咧逢甲大学的运动场，引起关注。运动场飞机头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飞到台中的逢甲大学校园，吸引学生的眼光。陆军配合测试的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出动阿帕奇直升机、乌鹰直升机，换新版的免号彩绘进行无烟起降，这也是阿帕奇头一摆在台中出现。蛮兴奋的，因为其实很少会有直升机有机会降到学校的操场这样。主要是攻击反战车，然后还有对于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另外，国军验证高战备目标，宣布汉光42号电脑兵推下位11到20时举行，展开长14至13枚的兵棋对抗演练，假设强军特征威胁，为无清楚地带手段到由演转战，国军要安怎动员整备物资分屯，联合防防所考验指挥官作战指导，用兵决策。军力成军的 M1A2 体战车，国军接装无人机等新式武器，拢会搭伫演习的加设计。另外，这摆兵推也学习国际经验，达2米1冲突。美军对委内瑞拉绝对决心行动，国军要就此强化炸药武警。包括有联合勤监侦的重要性，还有如何反制电磁的干扰，以及反制无人机，还有重要军事设施，包括电力，还有它韧性的防卫，以及联合防空的分层接战。共军初一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初二继续交代国防部征集共计25架次强南高架甲公务船2架出海，其中有16架次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外界检判，可能关在美国参议官访问团访台。我们不会去揣测他的一个政治讯号，因为国军对于共军每一次的灰色地带袭扰，都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在应对的。I have a bill that I'm proposing where Congress once again codify those 6 assurances are all very important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当日访问台湾的美国参议员邝世恒展现挺台的力度，那宣布要提案将美国对台湾6项保证立法，也甲共党的克鲁兹、甲民主党籍的默克利、郑安迪跨党派联手提出2026台湾拿铁法案，针对中国伫全球范围内孤立台湾。这个法案按设立拿小无人机工作小组协助台湾脱离中国供应链，加强台湾无人机开发、深化台美国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儿童节伫要到啊，做回来关心儿少权益。国民党甲民众党去年底宣布讲，要替全国12岁以下囡仔来设立台湾未来口罩。由政府替囡仔来欠钱，满18岁时阵尚无会当领到33万。立法院要举办公听会，做伙来收集外界意见。
因应台湾少子化问题，若要共同推动台湾未来考择法案，明定由政府替12岁以下囡仔欠5万块，每年搁提拨1万块。这寡投资政府会当替囡仔做股票的投资，伫咧囡仔18岁以后，上少会当领33万，甚至搁较侪。这个建议引起讨论，支持反对相平的意见拢有。拜四立委也邀请学者举办公听会。大家为什么会担心所谓的少子女化？因为教育环境的问题。因为托育环境的问题，有种种的问题，结果大家都不好好聚焦在这里，反而来说我要怎么样来发现金。虽然这一次多了一个，你可以去买 ETF， 然后你的钱可以长大，但是会不会长大，其实不知道。有投资公司是徛伫风险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讲未来考择是毋是爱参考国外，请专业的金融机构来协助。若无股市无好，管理出现风险，对囡仔来讲，颠倒无公平。是有没有想过，万一他真的18岁要缴学费那一年，突然股市就大跌？其实，在国外这种个人账户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新加坡、日本其实这种个人账户的管理，其实都。一定会有金融机构协助参与。姚律师徛伫教育的角度来思考，伊认为应该互囡仔亲身参与投资的过程，甲投资的风险、理财观念加入课纲，才袂囡仔大汉雄雄摕到一大笔钱，唔知要安怎使用。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对于小孩子的财商的教育的部分？如果利用他自己的存折账户，譬如说你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基金单位的时候，结合到我们的财商教育。若被即阵若是法案通过，开办头年计划投入1140亿的预算，后续每年大约是投入260亿，因为各种意见拢有，加上预算真悬，搁有贫富差异和投资风险等等的问题，这个方面拢是即届公听会有讨论到的重点。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癌症关怀基金会对2021年开始启动儿童癌症专案，提供长期的营养介入服务。到当已经协助35个囡仔甲家长。营养师也表示讲，这着癌的囡仔若会当伫咧6个月内，透过补充营养来恢复正常的体重，5当内存活率是会当对56%提升到77%。刘小提起这位妹妹挂号或者仙豆医治，1岁半时发现脚头浮肿一块，经过诊断发现竟然是血癌，是安怎会家己号名叫仙豆医治？背后的故事嘛，甲病症有关系。因为我袂当食三明治。为啥袂使食三明治？因为内底有新的物件，但是水果嘛是有时啊嘛会食。啊，水果若要食的时阵，妈妈会甲你烫过无？会啊。水煮过。会。营养师提醒讲，若是囡仔得着癌症是袂当食青的，就连水果嘛需要用烧水烫过。另外化疗期间的副作用，嘛会致使囡仔食袂落。若是会当伫6个月之内透过补充营养恢复正常的体重，5年的存活率通对56%提升到77%。不能吃生食，包括沙拉或者是包括三明治里面的生菜。那再来就是不要吃到鲜奶或是优格或是优酪乳的部分。因为一般的鲜奶其实没有完全杀菌，会建议就是改成用保酒乳或是奶粉做替代。其实囡仔着癌嘛进一步影响到身悬和发育。癌症关怀基金会对2021年开始启动儿童癌症专案，提供长期的营养师介入协助。以仙豆医治案例来讲，伊接受7年的营养照护了后，身悬对100公分抽到135公分。计划到当已经陪伴35个囡仔和家长。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桃园机场的第3航厦主体厝顶第2阶段作业特别完成啊，即嘛是头一间公开，是用台湾的山甲海的意象来做设计，面积有到10万平方公尺，这么大，等于是16座标准的卡球场，是全台湾上大的厝顶。普通的厝顶以台湾山岭甲海洋意象为设计灵感。第3航站全台上大厝顶头一摆对外公开，这座大型厝顶长414公尺，宽242公尺，钢的结构，总重量大约4万吨，面积达到10万平方公尺，相当16座卡球场这么大。工程作业最困难的地方，一个高空作业，尤其在桃园机场空测，在风力的强度，事实上对施工人员都是一个挑战。考虑台湾高雨环境，因应极端气候挑战，这座大型厝顶设置45条天沟，也利用弯曲的设计，雨水真紧流入天沟，提升排水效率。另外，厝面的防水材质也以高达到3毫米以上的高耐久性防水毯搭配多层防护设计，确保袂涉水滴石来。
每一条天沟都是242公尺，总长超过11公里。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天沟排水，可以确保我们的屋顶能够完全的防水。主体厝顶预计伫4月份内就会当完成封顶。见到旅客对第3航站的完工也真期待。你有看到第3航厦正在盖吗？有啊。觉得怎么样？觉得我们对它充满了期待。那希望说第3航厦建完之后，让它能分流，不管是出国或者回国都很便利。对第3航厦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就希望设施啊、动线啊那些的，就是都能够更符合人性化，然后能够负荷更多的那个旅客的流量，这样子蛮期待的啦。对啊，就是希望它能赶快盖好。机场公司表示，就像海鸟咧飞的双口边厝顶，也包含欢迎旅客的温暖意向。随北龙厅去年底启用。主体航站工程预计2027年完工，启用了后，整体一年旅运容量会当达到4500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松山区的民生社区，这路边竟然是互人捡到一袋上百粒的枪支，这民众惊到是赶紧来报案，警方也找到乌白片的清运业者甲枪支的主人。伊讲这是因阿公留落来，请义工来倒边扫时阵，煞唔知去互骗掉。警方是已经将这枪支送刑事局来鉴定，依法上班。甲树仔口的地下掀开，内面装的竟然是算大枪的枪支，红豆安尼凊彩等伫遮。3月底，有民众经过台北市民生社区的附近街，发现这袋枪支是惊甲紧报警察。警方唔敢大意，随调附近的监视器画面，发现是对清运车弹落来的，随通知细里的清运业者到案，佮捉出枪支的主人是细老的查甫人。6月29日接获报案，路边疑似有1袋子弹。经了解，系垃圾清运业者自业主家中清运垃圾后放置。细老的查甫人甲警察讲，这枪支是过身的阿公留落来的，请伊讲来拼出来，唔知影讲已经互弹掉。伊佫讲阿公较早捌有拿枪，即摆已经报立，毋过警方清早却查无报立的记录。警方清点当中是114粒枪支，已经甲枪支送去刑事局，检验敢有杀伤力，依法的究办。因为本案违禁物属于遗产，需要管理，警方仍会将违禁物品与相关的卷宗资料，以函送的方式将已过世的被告移送地检署来侦办，最终检察官依法会做出不起诉的处分。没有杀伤力的话，它就是不能激发，只是看起来像子弹而已。为了谨慎，鉴定报告一起都送到检察官这边，由检察官来做一个最终的认定。法界人士分析讲，警方会照检验报告来确认枪支敢有杀伤力，无排除函送细老的查甫人含伊过身的阿公，甚至是捌持有的移工含细里的清运业者。若是无杀伤力，同款是会照枪炮罪来办。请检方进一步厘清，而且追究乱弹清运物品的废弃不清理法。目前专案搁伫咧扩大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竹北的传统市场，最近是传出有诈骗集团用鸟鼠仔会方式来骗到大人。有的人借18万，却是签200万的本票，价值2000万的厝嘛去互提去抵押，拢总已经有10外人受骗。这些大家无用咧做生意趁钱，不过即马却传出有人互人骗真苦钱，对方是用鸟鼠会的方式拐年岁较大的摊商，也是来买菜的民众。其中有人唔但互人骗去签本票，就连大的厝拢互人摕去银行抵押。之前我有遇过，就是人家会找你，就是说，你加入我的会，然后说保多少钱，然后比如说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会先领给你。但是在市场怎么样跟人家聊天，然后再讲一讲，然后对方就跟他讲说，我有钱可以借你这样子，然后就实际上就拿了18万，然后对方就请他签了一张200万的本票。那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合理了，然后就又说，为了怕你那个没有办法还钱，然后就把他的房子拿去设定。的作案手法呢，基本上就是说，老人家他实际上他拿到现金的钱可能只有18万或是20万、30万，但是他们会诱使老人家签一张，比如说200万、300万、500万的本票。专门会大声老人家要注意。警方听到消息，也到市场宣导反诈骗，也进行调查去了解状况。警方呼吁，凡涉及借贷、投资或签署本票、抵押设定，务必提高警觉，多与家人讨论或先行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受骗。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宣导，守护民众财产安全。
根据了解，目前市场已经有10外个时段，互同款的诈骗手法骗去。受害者家属也已经委托律师向对方提起赔偿甲诈欺的个数，希望两早掠到诈骗集团。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中大甲有民众指控讲，因买到揣无熟的包仔囝，害因食了老骨头，赶紧就医。这业者也承认讲是因内部的疏失。因若台中市的食安处讲会去稽查，若是发现违规，抑阁无伫咧期限内底改善，就要依照食安法来甲因开罚。甲买来包仔囝背互开，发现内面的猪肉啊是规地透明的，民众食了感觉口感怪怪，臭腥味佫规个冲出来。斟酌一个看，发现肉脆无熟，结果是食甲吐佫流，紧送病院。不熟的怎么可以蒸出来？不然就是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东西，然后蒸到几分熟才能拿出来。民众将影片抛伫网络，引起议论。这间人参包仔店是伫咧台中市大甲区，迄天还阁咧正常营业。业者表示有收到当事人打电话来反映，坦白讲是员工出错，后续会负责处理。他就是说，他买到1盒生的，那1盒是熟的，对，然后他说他吃了他会肚子很痛，那我们店家就是解释说，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店里的疏忽，所以他非常抱歉，然后我们很有诚意要解决这件事情。医生表示，食到青猪肉会有细菌病毒侵入，品种是胃肠炎，当中有可能是败血症，也是寄生虫引起的并发症。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这些比较算有毒性的这些细菌的话，那毕竟在肠胃道都可能造成像是肠胃炎，甚至会引发败血症的风险。之后绦虫它会分在人体寄生会有不同的时期的，那这个幼虫的时期它有可能会在我们一些像是心脏或是脑部的器官都可能会有寄生的可能性，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已经完成案件的登录，后续的派员稽查，若无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规定，会要求限期改善。复查若无合格，就依照食安法开6万至2亿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会团的乡民代表会通过要来普发现金给乡民，一个人6000块，大约42000人会当领到预算2亿5800多万。上近5月底到6月初就会当领到，希望会当来减轻物价压力，振兴地方的经济。这阵啊，国内塑胶关不了，因为中东战争影响，出现欠货起价情形，也连带影响民生物资的介绍。未少餐饮业者宣布起价。中华关会团乡也通过振兴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要发给乡内一个人6000块的礼金。逐项啊，油盐拢也是起啊，真好啊！这是对咱这老岁仔较有帮助啦。听到这个消息，阮兜规家拢真欢喜的，因为这时机景气拢遮歹，会当6000块，互阮补贴，互阮平时生活改善。中华关会团乡民代表会拜二通过因应美伊战争引发国际情势变化，稳定民生润性措施，进行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乡内4.2万位乡民，一个人会当领到6000块的礼金，上紧5月底发放。但是有学者认为，发现金是一时的补贴，长期来看对经济的提升有限。工作还佫有一寡钱伫的，这嘛是拢大家的税金钱。这阵时机较歹，佫拄到这中东的战争，所以咧。伊的建议就是讲提出来发一个振兴金，互大家较快活者安尼。一个国家有足侪代志通去做的，发现金直接发予一般的民众较好，还是这现金应该爱摕去做一寡对民众较有帮助的建设也好，还是提升大家这个公共服务较好，爱去比较这两个看对一个较好。去年底行政院公布全民普发1万块了后，嘛未少乡镇市加码发现金。学者建议，除了发现金，应该会当甲预算用伫地方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长期来看，才真正会当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最近有新出版的台文诗集，叫做《台湾色水》，这是诗人郭文宪用25天的时间来完成的心血结晶。作者用诗来写出台湾无同款的色水，写四季、写生态，嘛写人文的精神。出版社认为讲，即马台语的文学出版品是愈来愈多，会当帮助复振台语。6月天，敢是相识伤心的日子，敢是老乡离居的伤悲，清冷冷的树枝，红光光的花蕊，
诗人用台语描写6月色水。诗人郭文宪最近出版新的台文诗集，号做《台湾色水》。郭文宪伫家人出世，伫淡水读册，为2001年开始用台文创作。伊认为用母语才会当表达家己的感情。这本诗集毋但写海边的雨、江边的风，写四季，嘛写台湾人的精神。就是写台湾的色，台湾有啥物色？所以我有台湾的气候、台湾的地理，过来土地顶悬的台湾人，台湾人各种艺术文学，为了历史文化打拼这个人。这本诗集是作者经过25档万色的成果。郭文宪透过色水，甲家己对土地、对历史、对这个时代感动，透过字句记录落来。出版社表示，这本诗集描写真侪家人、大场亭顶顶北部的生态甲历史，就若像作者要透过诗句，要带读者做伙去行踏。一篇一篇看落去，会感觉讲，若像伊咧带你看台湾的历史甲地理。啊，阁有一寡伊细汉的时阵伫，因为伊是伊故乡伫家人，阁有淡水遐，所以伊写足侪北台湾的历史。出版社表示，即马台语文学出版品愈来愈侪，对台语文的发展有正面的帮助，嘛毋望未来有愈侪台文作品，互愈侪人看到台语无同的色水。记者吴金阳、曾俊佑台北报道。即马各国拢咧发展无人自动驾驶的技术，伫咧中国武汉有超过100台由网络业者百度来营运的无人驾驶计程车，所以伫咧交通尖峰的时期，掉伫咧车路，造成交通大拍角。对暗头塞车塞到半暝，这事故的原因也搁来调查。由中国网络所新引领头九，百度所营运的无人客车车，伫当地俗称菜头快跑。毋过伫3月31暗，估计超过100台菜头，毋知虾米原因自行伫路上停车，同时系统也搁警告乘客袂当落车，以免发生危险。接孩子的路上堵死啦，被我遇到啦。2个傻萝卜在那个桥底下，自己在这里不动了。把后面车子堵了这么多。代志发生的路段位于武汉市的岳湖桥，甲4棵围高架道路参地下道，是所谓的武汉3镇，每一个市区之间重要的联络要道。尖峰时刻，平均每点钟流量是达到5000台以上。这个时阵所发生100多台菜头卡伫路中，后驾锁定是气个急，一直没。第6台路，这条路上已经坏6台路，这是为什么呢？萝卜的服务器被攻击了吗？第7台、第8台、第9台萝卜全坏在路上，这是为什么呢？百度伫2021年推出菜头快跑的无人客车车服务平台，也设计专用的车型阿波罗 RT6 电动车，随后伫2024年开始扩大中国各城市的营运。也毋过赛车赛几十年的老司机，除了烦恼百度会继续竞争，也无看好这批菜头的安全性。只要说有车子一超它，它就直接停下来。假如说前面比如说有个方便带，它就停下来了。它现在不是那么好，蛮多它这个蛮多东西它还没有搞好。果然，代志计划2年，自称驾驶所烦恼的也真正变作真实。中国媒体引用专业人士分析指出，突发情况造成车辆安全机制过度反应，和这批菜头伫无必要停车的时阵停车。未来应该先建立城市顶级的自动驾驶紧急应变体制，搁由参与经营的业者共同协调运作。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因为疫情，中国甲北韩之间的交通往来断站，经过6档，即马重新启动，跨境的列车起行，直飞航班嘛要恢复营运。咱6档载客跨境列车，搁一届开过亚日公路。中国辽宁省的丹东是中朝边境上重要陆路的门户，即马防疫限制今日历史，长桥顶面满是看北韩的旅客，真侪人已经想要去遐算咯。我没去过，但是我们现在退休了，也没事了，所以说我们呢也想着签一次证，我护照都办了。那丹东的居民、外国游客嘛，甲北韩看作是佚佗的圣地，就算讲即马签证敢若发予商务或者是特殊目的的人，啊，毋过中朝交通中客信号看起来是愈来愈强咯。
I think it's a bucket list item. I think everybody wants to go inside and see what it's all about. I think you can see it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 on what we see from our media. But I think until you can go over and see it for yourself and go,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那火车通车，空中嘛通航中国国际航空 CA12130对北京飞5兵种空中正式复航，交通工具都已经穿好在等啊。不过兵种当局对签一般的观光签证态度犹原正顶真。但当的旅游业者讲，即马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是中朝的一个铁路联运和飞机的航班恢复，并没有影响到游客，因为现在朝鲜旅游并未恢复。 那朝鲜要是恢复旅游了，当然对好多国内客人是有好处，但是很多人要去嘛。自北京商务首航到丹东街仔头，对着旅游业中客一日的期待。虽然讲即马中朝边境往来豆豆升温，不过兵种伊的大门到底要开无，东风敢吹入去，即马也阁真歹讲。记者综合报道。伫新闻的最后，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气象。 北部地区19度至27度，中部地区19度至30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19度至28度。 还有外岛地区14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